继续咱做伙来看，菊酒甲做芳的时阵，真关键的原料就是酵母菌。不过你敢知影，原底咱生活环境内底，这酵母菌拢是经过时间慢慢改变甲改良来的。那野生菊酒的酵母菌倒位才有咧？头各位朋友，咱做伙来看卖。爬上山路来到这片树林，这人将树枝、树叶割落来，因正伫采集就是野生菊酒的酵母菌。那我们就是想说，在台湾的一些原始蝌蚪科林去做分离酵母菌的动作，然后也发现就是说，它真的都是在跟蝌蚪科的树都是可以分离到酵母菌。等来到实验室了后，才阁对采集的样本内底培养出酵母菌，再来进行基因定序，甲各国的酵母菌，搁再进行基因的比对，发现台湾菊酒的酵母菌的基因多样性是世界上上界丰富的。整个东亚，包括台湾，都算它的发源地。只是冰河期的时候，本来多样性也很高的发源地被冰所覆盖，所以很多品系在那时候就被灭绝。但是台湾的阔叶森林在冰河期其实是没有被冰所覆盖，所以就代表说这些品系有被留下来。伫台东的东南部落，也有人利用有甜味的大叶兰这的食物来菊酒，加入紫米粉做成酒补，等于发酵转化成做酒精。正常就是它开始长这个菌毛，就是表示成功了。卖酒看袂到的菊酒酵母菌，伊阁深深影响人类的生活。极端气候下对野生酵母菌的族群会有甚物款的冲击？野生酵母对着人类的饮食文化，又阁有一款影响？神秘的酵母世界，正等待咱来找出答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